火馬年火燒心，數字合一教你用2個數字即刻平衡內心，提升靈性能量。哈哈，大家好，我係數字合一。最近好多人覺得心煩意亂，情緒容易爆，瞓唔好覺，或者突然好想改變自己，追求內心平靜。火年夏天，火勢燒得勁，其實呢個赤馬紅羊能量年唔係嚇人，而係宇宙喺度推你升級自己。火主光明同變革，正係進修身心靈嘅好時機。火馬年好似一部高速跑車，跑得快但容易過熱。夏天出生或者本身火氣重嘅朋友，容易覺得內心燥熱；冬天出生或者能量偏弱嘅，又容易覺得迷失方向、憂慮多冇動力。呢個時候最緊要學識水火既濟，用內在嘅水去平衡外在嘅火。數字玄學教我哋一個簡單方法，想降火、calm情緒、提升覺察力嘅朋友，手機解鎖碼或者每日常用數字試下改成434，代表穩穩生根；3代表創意同靈感擴散，幫你喺躁動中揾到平靜同清晰。想補能量、增強內在力量、吸引正面改變嘅朋友，用7-8，7能水火調和，8代表豐盛圓滿。改完之後，你會慢慢感覺心定啲，直覺敏銳啲，好似突然開咗扇靈性嘅門。呢2個數字唔係迷信，而係配合今年100貪狼星入中宮嘅智慧能量，幫你喺變動中保持清醒，慢慢將外在嘅火轉化成內在嘅光。記住，火馬年最大嘅禮物唔係避開所有挑戰，而係學識喺火場入邊保持清醒同成長。有啲低潮同焦慮，其實係宇宙喺度燒走你唔需要嘅舊東西，等更好嘅版本出現。數字合一陪住你，火馬年唔使怕，燒住平衡，燒住覺醒，一齊將呢把火燒成自己嘅光芒。記得 like 同轉發俾朋友，一齊提升。